世界卫生大会5月20要伫咧瑞士的日内瓦来登场。台湾因为中国打压，无收到邀请函，也毋过包括菲律宾、加拿大等等的国家，拢挺台湾参加。今仔日伫台湾嘛有20个医术团体为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来发声。台湾应参加 WHO。大声读声明，台湾医界包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、全国联合会等有20个医术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，要重申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WHO 的决心。因为受到政治力的打压，让我们几度没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O，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，甚至非常的愤怒。今麦国际间嘛未少国家表态要挺台湾参加 WHO。进前伫加拿大多伦多度办一场交界践行，感谢加拿大的支持。Taiwan should take full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health. 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妈妈们，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国家发声。将近300人举票语用行动表态挺台湾。另外，菲律宾台湾日，非国卫生部前部长欧娜嘛为台湾参加 WHO 讲话。Effort to isolate Taiwan is more on politics rather than on health. Hope that WHO would hopefully change their mind. 今日台湾热心参加国际医疗优良技术，更加是世界有目共睹，袂使因为中国政治打压，阻挡台湾为全球的健康尽一份心力。